说什么？甄嬛有了身孕？千真万确。打胎队没想到甄嬛这块黑土地如此肥沃，他们千防万防，可还是让皇上播下了种子。如果对方诞下皇子，岂不是没他们的活路？于是，在第二天，甄嬛就遇到了麻烦。原来路面上多了些溜光水滑的鹅卵石，致使怀孕的甄嬛差点就摔倒在地上。由于路面都有专人打扫，因此甄嬛断定此事绝不是偶然。才回宫第2天，便已经有人等不及了。次日，公公经过仔细比对，发现长着青苔的鹅卵石竟出自于储秀宫，很显然不是新贵人就是齐嫔的手段。有了明确的方向，甄嬛立刻找皇上告发，岂料却在半路遇到刻意等自己的玲珑。起初甄嬛并未理会她的主动示好，姐姐这话便是不肯原谅玲珑了。宫中人心如何分辨，我实在不懂。可是玲珑，咱们到底也是这么多年的姐妹了。甄嬛的意思无疑是在告诉对方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又何必在我面前惺惺作态。然而甄嬛却低估玲珑脸皮的厚度。她说，虽然这些年我们没有见过面，但丝毫不影响姐姐在我心里的位置。今天我是来告诉姐姐，昨天发生的一切都是齐嫔在嫉妒你，才在路上放了鹅卵石，目的就是让轿夫滑倒，造成姐姐流产。其实玲珑可没有那么好心，只不过她想借甄嬛的手除掉齐嫔而已。尽管她和齐嫔都是皇后的人，但皇后却对来自满洲的齐嫔照顾有加，因此玲珑是处心积虑的想扳倒瓜六，争取用自己的才干来获取皇后信任。可玲珑没想到甄嬛才是宫斗的高手，原来识破诡计的她决定来个将计就计。接着甄嬛安排曾伺候过自己的宫女演了一场戏，然后她又故意引皇上到储秀宫，正好就看到齐嫔在责罚宫女，而新贵人一看有报复对手的机会，她立刻告诉皇上齐嫔嫉妒甄嬛有孕，所以天天拿服侍过甄嬛的宫女出气。同时新贵人也给皇上看了宫女的伤，她日日以嫔位的身份来压臣妾，臣妾连自己的奴婢都不能救。这番操作下来，皇上顿时火冒三丈。前天刚下达后宫团结友爱的精神文件，今天瓜六就偏偏要挑战自己的权威，这岂不是在拿豆包不当干粮？于是皇上下旨，不仅将了瓜六的职级，还限制他开直播跳科目3的权限。紧接着皇上和甄嬛前来给太后请安，当太后好奇地问她肚子为何不规则，甄嬛才说有90%的几率是双胞胎。这个消息简直让他们喜出望外，毕竟后宫从来没有一弹中2把的先例。而甄嬛趁机表示让皇上多去陪陪梅姐姐，相信此刻只要宝贝一发话，即使天上的月亮皇上都能想办法摘到，何况是去看望沈眉庄。然而眉庄却因假孕的事一直对皇上不冷不热，竟然悄无声息地爱上了温太医，更没想到太后的好意又推进了温太医和眉庄的感情。原来太后让宫女拿来一壶调情酒，本来是想让皇上和眉庄发生点故事，怎料老四见她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毫无兴趣，结果皇上自讨没趣地离开了现场。太后就认定我会服侍你，到我自己的感情呢？我到底算什么？于是眉庄和温太医喝下杯中酒，居然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。从来不敢仔细看你，只怕就此迷失自己。虽然你不是我的唯一，深情却叫我无法逃避。